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manda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我嘅 DIY 嘅賀禮，同埋我第一次喺澳洲參加朋友嘅婚禮。首先，我準備咗一個6寸嘅乜棘，一開二先。跟住呢，中間我就會夾一層 ganache。而家天氣仲係凍啊，所以 ganache 好快就結，我要快手啲至得。第一層嘅 crumb coat 差唔多完成啦，先放入雪櫃雪15分鐘之後，再做第二層。跟住就係準備我個糖皮啦，佢需要有足夠嘅按摩先至會聽話㗎。我有個習慣係唔鍾意放粉去研開佢嘅，所以我會用到呢塊膠墊，同時佢可以幫我令到個糖皮唔會咁快乾硬。
話咁快就包好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呢個動作係想將佢個角位唔好咁圓，但係亦都唔需要起晒角嘅。時間關係，我已經將個 lace 黐咗上去啦。2日前我已經準備好啲糖花，而家上咗色，可以放上蛋糕上面啦。我會先將啲花喺蛋糕上度好個位，之後再去固定。跟住再用食用膠水將佢每一個黐返實佢。將最大嘅花定咗位之後，跟住就係放最細嘅花。再嚟呢，我就係會插啲裝飾品上去嘅。之後呢，我就會將中 size 嘅花都攝埋落去嘅。搞掂啦，靚唔靚啊？覺唔覺少咗啲嘢呢？少咗啲葉咯。都係一樣啦，用食用膠水黐埋上去。睇落好似完成啦，其實仲未㗎。喺蛋糕腳，我加咗條珍珠鏈。喺花中間，我又加咗2個 lace 做嘅蝴蝶。佢喺成個蛋糕上面灑咗一層 bling bling 嘅食用金粉，咁就真係完成啦。
哇，戰後真係有排執啊！喺呢度，我都祝福我嘅朋友新婚愉快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